第17课形容词检测，形容词3级：雅波、雅嘎、雅穴，好的、较好、最好；赌波、赌嘎、赌穴，坏的、较坏、最坏；千波、切瓦、切穴，大的、较大、最大；冲冲、冲瓦、冲穴，小的、较小、最小；猛波、猛瓦、猛穴，多的、较多、最多；扭扭、扭瓦、扭穴，少的、较少、最少；忍波、忍瓦、忍穴，长的、较长、最长；通通、通瓦、通穴，短的、较短、最短。同类比较，拱杯囊内仁波切口萨切穴蕊，寺院当中仁波切地位最高，却错给囊内给谢拉远登切穴蕊，中心里面格谢拉学问最好。异类比较，苏巴雷真登孔切瓦蕊，比起柏树来，檀木价钱比较贵。母地雷取入人汤切瓦蕊，比起珍珠来，珊瑚比较有价值。这系尼玛雷苏波人瓦蕊，这些比尼玛个子更高。贝玛嘴玛雷宁杰瓦蕊，贝玛比卓玛更美丽。常用形容词词组：荏芊波广大的，荏芊波重要的，通芊波重视的，通荏芊波视野广见识广的，宁姐波美丽的，狗得波机灵狡猾的，sem桑波善良的，sem那波坏心的，秀芊波力气大的，苏波忍波个子高的。